電影其實等於電視劇連續播幾集，好處係可以一氣呵成冇廣告觀看。唔好處就係電影明顯分為幾部分，都係講啲警察學員故仔，中意推理同思考嘅觀眾可能會好中意，但想等木村打大佬嘅場面就要排到好後，亦都覺得唔夠同太簡單。以為今集主要對手係10K，點知又彈出另外一個黐線佬，又開放式結局無限輪迴。今集應該唔係大結局，可以有排拍。電影可以改編成電子遊戲，由唔同關卡組成，裏面設置不同任務。主線可以係從風間公親視角出發，揾出 Final Boss 10K 同佢個妹嘅下落。支線係揾出有問題嘅警察學員。電影入面有唔同學員嘅秘密同案件。遊戲可以從一個普通警察學員嘅視角，佢設計成章節式，每章聚焦一個同學，佢會消失、死亡或者發癲。玩家要喺有限時間內修正、問話，最後喺課堂上面對風間教官嘅質詢，答錯唔會即刻 game over，但會扣信賴度。信賴度太低嘅話，風間會直接判定你唔適合做警察，強制退學，要從頭嚟過或者課金買復活卷。明明班學警卡士勁到癲，染谷將太、赤楚衛二、木克連，個個都係一線演員，但去到中後段，佢哋嘅存在價值就只有負責提供錯誤情報，等木村自己揾到真相；負責企喺度做背景板，等木村迎住行過。最離譜係查10K 同佢個妹下落嗰條線。理論上係成個班級一齊行動，分工合作，但你會見 Do-U-2、赤楚衛二，我去左邊揾下線索。鏡頭一轉，木村已經直接去到關鍵地點，一夜揭穿真相。赤楚衛二氣喘喘跑返嚟，風間教官，我揾到。木村冷冷望佢一眼，太遲了，我已經處理完。大佬，咁你叫班學警出嚟做咩？純粹幫木村開路同做反應。連最後同反派對峙都係木村一個人企正中間，其他人只可以企喺後面目送佢。呢啲唔係 NPC 係乜？直情連 Final Fantasy 入面幫手補血嘅輔助角色都不如，起碼輔助角色仲會幫你出招。